李凤春年纪了后有市场为师，这个的为师说得了相当精彩，那么真是为叫一炮当火，水到扑鼻好评。现在说起来，个凤春红出来着。那么作为一个硕士艺人，让艺术浪向能够取得成功，这可是最开心的事体。这两日天个凤春人兴奋啊！今朝一个项目，所以说我得来到油面过去白相相，好松一松，散散心。大么项目回到屋里向，所以说先生，今朝下半日我要到古城高去买点么子了。少先生，自从项目得里拼上当上台，还得里晒铜钿了，表面浪向是现在台里好得来。而且对你非常松，实际浪向欧弟我专门辣浪注意里的李凤春的动向，也出去的啊！不许你出去，也得你在动的过。小凤啊，那么你要去嘛，早点去，要早点走高。哎，那么小凤。从洞房到油面馆，整整一点点路。大概到油面馆真山门门口一口嘛，李凤春已经让等自家在。眼睛过来，阿春。哟，小凤来着。今朝读书上台放台出来的。有啥不放假？自从我上台搭理才子同地以后，你对我的态度还是不晓得。哦。不过你先生为人嘛。你晓得关？来，刚好。心里有数嘛，有啥都说头讲。对。啊是啦。哎，阿春啊。哎。搿日子让后油市场为师。你让台浪，你也晓得我谈话，搿心里比你让台浪还要紧张。哎，小凤。哎，我们手机同样相关呀。所以了，今朝要拿出来送一送，油面过去白相相，散散心。啊，这个今朝进去，全部我参考啊。阿春啊，哎，我虽然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，特地出来白相油面馆，单位是第一周呀。第一周啦，我不是些辰光就经常来的。啊是这样。哎，你个丈夫，你们那曾志龙，是吧？说晚上想吃茶，那么我们呢，到油面馆不相。那么你谁晓得了？哎呀，油面馆里向是好不相，非但难买，而且里向有不少知识了。那你讲点拨我听听看呢？你不要看个油面馆哦，历史长者有1700多年子。啥么子？哎，谁说讲一只油面馆历史要1700多年子啊？你非得国内有名气，哎，国际浪向还有名气的。哦。这个大馆啊，建了市中心的，这个叫出自一家兵无分出。哦，有特点的。有特点的呀。那么呢，大馆啊，就大街了。辣唐朝的辰光，伊是国界呀。哦，是这样哦。哎，所以当时辰光，你按照油面馆建的辰光，福建油面馆。搿叫啥呢？叫开牛宫。叫开牛宫啊。哎，搿真山门出去有点河，河上头有顶桥，搿顶桥就叫宫桥。啊。哎，那么宫桥对面有一条巷，搿条巷嘛就叫公巷。公巷嘛就辣搿搭地位。哦，啥原来公巷就是搿个出地呀？原来范围大噶，到真山门1里巴路的了。这样大的啦。可是现在规模上要13得多少？现在是范围限制不晓得，啊是？只有东家门、西家门、真山门。东家门上头有2个字，是义；西家门上头还有2个字，吉祥。一些不对他哪才晓得？我已经走过看见过。哦，你看见个。咁阿春啊，我到门门来看了。真山门的门口，搿里向供的也是4大金刚。那4大金刚呢？这个是大家，也不是佛教，佛教的4大金刚呀。咁么啥个门神呢？总共有6尊菩萨。哦。门口都有2个。叫辟非、
金台。只有2个卫士高头两个呢。将军。哎。那么再到里向呢？哎。还有马韶文王4个元帅，搿个么实际上算是洪门的。和4大金刚一样的意思。道理差是差不多，但是分4大金刚，那边吓人呢。我晓得在。那么两高头望准里向进来，只看见门前龙台浪向有一只30米高的铜香炉，里向香烟缭绕，香卡、玉卡，还有熙熙攘攘。里向的态度是真正把门么拉得着，三七态度，是四下态度，全红台插士先生、算命先生，还有英语、新语啊！搿些辰光的右面馆，真是为是繁华之地呀！真的样样侪有的。三凤大村2高头走过来一看嘛，哎呀，右面馆广场浪向的七角，行情行市哇！右面馆广场那飞飞。交关在回看马上开，再来生意院门开，海棠街地主位，搿生意满地冲向坡边来，预做豆腐浆，大饼油炸粿，最说馄饨，拍子一只是碰台，八公园分荔枝街，白糖坊街搞玫瑰，油豆腐粉丝肉81。搿油汤排骨年糕腿，香菜麻卷，开口小鸡，血汤搞香菜，酥嘴小吃花样多，幸福的样样一吃出来。哇！里向一个个摊头追过来，好看好白相。两高头最大一只摊头是叫人家是卖水卖花的摊头。是吧？阿春，两个姐，人家个种花的叫喊，谁是说话？从四小的叫喊。你看个话，谁真是干喏？你话呀，哎呀，马张走去啊！还是蛮好的，别个没说话呢。张先送子，对你一个白眼，哪个能想得出？未婚姑娘马张先送子啊？马子走去嘛，过了啥人好家？不被人家只是三话一时无病。那个就说，那个送罪人派来就叫单人马车，晓得吧？哎，那份的。当然了。我得想毛一张走去了。你去毛孩子玩。哎。那么你毛点啥呢？ no。嗯。搿张我没喊。啊。哎，娃娃白一点，大灵。哎，啥？他干脆。哎。毛主席关着你阿姐贴了到门浪向。那么想抢哎，还有啥把毛今年个账户没还脱的？你看。顶下的研究呢还有点多余。可是顶下在。他干脆呀。是的。这年年月月。没哈。那么呢，买一场货，久还不两高头望准里向进来，因为搿种小吃多呀，那么以上个搿个味道，一人望准不断锅里进来，香，搿个味道门上搿个胃会得开出来的，一开胃嘛，得觉着有点肚皮饿子呀，晓得不？吴生。哎呀，对呢，吃点点心啊！我倒是还有点饿在。我也觉着有点饿子呀。吃啥么子啊？啥么子嘛？有些么子我不欢喜吃的。哦。我欢喜吃清爽点的。哦，三个油煎油腾的饭吃的。那么清爽点的。哎。两高头追过来嘛，喏，阿哥姐。油豆腐7分汤，蛮清爽哇。啥呀？吃豆腐啊。好个。送定下来。在隔壁买高头的摊头上，再去买2块短格，搿么搿种刷脚短格，现在没到，黄天牛也买不到的。搿么样子呢？三股上2块定身高头个，比定身搿么稍微小一点，不是吞的，还不是煎的，
蒸笼里向蒸出来，稀稀巴，上头嘛还有布后，还有么玫瑰，当中么还有几根丝线，非是切子看看，来看呢，高稀巴，布后碧绿，玫瑰羞红，当中还有丝线，所以看了那舒服个。那么谢凤呢？说是李大来冯春郎一代，随便吃啥么侪是津津有味。那么本当呀，婚姻就是三部曲。第一步么谈恋爱，叫未婚夫妻面大顶顶孩子。那么离下来呢，要结婚在。第二步结婚，爱情达到至顶峰。结好婚以后呢，要稍微谈一点点债。为啥么？离下来要跟人家这样。那么生儿育女们，搿精力全部摆辣第二代的身上。那么留下来搿个几十年，相当的辛苦，还够付起许多债。那么呢，要等待小奴慢慢家长大，练到自家成家立业以后，离开爷娘自立门户，但搿些辰光，那么真正脱财财，那么婚姻最大第三步结束，叫伴了。一生一世伴下来着，几十年。能够挨得上个一天，那么呢也想抽点债，该吃么吃点，该什么着点，想出去白相相嘛就出去，最有时间白相相吧。如果讲两家头能够一下个说话来夫妻，搿是真叫甜甜蜜蜜。哎哟，你忠于我，我忠于你，不分离家。两家头牵上挂肚间，乃真正夫妻能够做到第三步搿种境界了。那么真有一句闲话可以形容。叫啥呢？就甘蔗老头甜，叫越老越鲜甜。两家头等得点心吃完，夫托同地立起身来，忙村里向进去。哎，只听见门前辣辣唱：“往里那个桥来，往里那个张哎，西洋节。”实在个好不相嘞！小凤一听嘛，西洋镜，哎，阿春啊，是吧？哎，你那个西洋镜，哎，西洋镜，西洋镜，哎呀，所以是外国传过来的，所以是老洋片呀。哎，老洋片，外国传过来的，实际上像是什么子呀？哎，你还有个，国外嘛还有个。那么一般嘛讲老洋片，那么当时外国嘛上个引进来了这个，是个。哎，有是有这个说法的，有个皇帝，有个爱妃，这个爱妃嘛，西域个，那么得知皇宫里向么介绍哩，一年都要想念自家个家乡，闷闷不乐，已经发现个这个皇帝是龙不动噻，你为啥了发现家？还是荣华富贵，耍浪不开心家，还是啦。那么呢，怀着孙子想办法要建立小家里开心，就是孙子都有办法个呀。所以说皇帝呀，你也晓得，那个是有来头呀，不能弄到子宫里向么，可能让想念家乡在。那么呢，怀着我是我这个火做这个片子，做这个木箱，忙着木箱子里面塞进去，里向么装盏灯，那么个。进去之后呢，哪里到家乡搿种山山水水啊，下了浪，那么你看见子家乡的情况嘛，好不在，写出来在。哦，这样个。有这样个说法的。凤春啊，这个分享上那个知识面得像个没光。哎呀，我还是听杨幂家听得来的呀。你看了，看了。我得分看些呀。没看过呀。那么看着哇。好。袋袋里向拿个桶背出来，忙准一水里向一送出来，来，老洋片。哎，小凤要进过来，一看嘛，12只箱子，固定了一只木架子了。两旁边来还两个人，一个拿个洋片插进去，还一个拿个洋片捞出来，穿上去嘛，但蛮有味道。一看嘛，哟，配置个灯光，下子个人。还有政治，真的蛮有气的呢。往里那个桥来，往里那个张哎，
山水风光好雪美嘞。那你配个啊，一棵老松树嘞，哎，那哈，下面一颗大石头嘞，对，大石头上有一个小乌龟嘞，你看见没有？看见，一个铜板就看光嘞。耶，阿春啊，这话。不是，不是我你创出来着嘛？一个铜板看框着嘛？刚刚看了哇！你再一个再不铜板不能？可是反口在啊，三个抢动的，反口反口在光口在。搿没，你想还不想不是多了呀？嘴巴。忙着理想的，两个去，哎呦，这个人双子讲，让我去看看。来看。三凤娘进过来，第一气是个家，忙着人球子里了老子。哎呀，凤春啊！三凤，快点过来呀！拿了。哎呀，这是为什么也还不想讲？我生吃不行。哎呀，脑子的麦子。哎，我要扎衣裳嘞。哎，对个呀，有，我这衣裳刚刚扎上去呀，老脱下来着呀。哎呀，为了大家的说，不过哪位干得是干领家？这当然领个了，不过这个活生了那个讲，边浪向头我生吃不行，别要离了个。啊，晓得。离不离了，你要追脱开。不听人说，我讲。就叫头里的活生活的。哦。阿玲咯。你还不想改？所以还不想改。哎呦，费用就搞改得啥个？3块钱3奴的。就是呀。不过了天气的辰光，那还要注意个。哪注意讲？那边看的人啊，训练蛮难改。什么训练的问题啊？各种学生啊，现在看起来还要海谁改？哦。那么哪个洗法呢？哪洗法啦？蛮便当的，只要看个只学生肚皮浪向个脉。那假使是白的呢？可以训练的。哦，假使是黄的呢？那是挺聪明的。哦，真的？看上去侪是轻的没法来的。轻都比学生。哦哟，都比学生没改不会改。凤春啊，改个嘛就说不好在。还是蛮哈不想。我让不大相信改。但是两高头继续看还这么往里向来。他边浪向也是围住一只银球子，就说个点名球子啊。个面部表情侪是紧张得不得了，那么都是人球子当中立好一个大汉，上身插脖，下身一条短裤，水里向西马当两一瓶砒水，那里门前倒是巨黑一个大小头，看上去比我11、12岁，还是插着个骨里个短绳刀，短颈相贴。哪来的北王的？今天啊，见贵方宝地，实在没有办法，活不下去。这个小孩俺养不活他了啊！所以你要把他杀死嘞，杀死嘞！可是我听到后面刚刚说起来呀，凤川。晓得吧？俺听见老杀小奴呀！嘿嘿，这嘛是表演。哦，是表演搞的。叫山东人杀小奴。哦，是的。杀个10来块，真要杀个。啊，真的？真的要杀个。哎呦，根本真的做你哎呀，我们山东人那要杀天要弄里杀他不得杀把你口，那要抵命的，那得不怕噶。没有关系的，这个小孩是俺养的。养个嘛不来吧，那杀人要抵命，俺是活不下去了。叫啥石头挨打的，这个砒水举起来，水往这个小奴头颈里向，唰，等到火气，砒水蒸汽三层，这个血飙出来。晓得吧？嗨，还是怕人说事。怕讲，别个拿事情当个讲个。杀小奴们做刑事。山东人那真的呐，我都那个扎拉水那个小奴不得弄杀他手救里呢。哎呀，要救个小奴官。你也没有救他。老钱花茶。哦，安妮呢？根本。要距离这样。哎呀，举个小奴来呀！扶住这个，擦啦。
实在那个还是表演。吃山东人杀香肉，虽然搿种表演了，现在电视里向侪看得见，只是电视剧里向一刀下去，搿刀熟头下去个血，熟头飙出来，实在搿瓶砒水啊是蛋黄砒水。插下去个蛋黄上去，夸夸刮了，里向有实里向个不是血，是红个水老飙出来。山东人一看，哦哟，同地错不多在，那么呢，请拿块布头出来，望正砒水上头一打，你们就他好嘞，噼拔出来，那里头颈里向一搂，却说。800杯个，小王，嘿嘿，还是表演，还是表演，那个那800杯。哎呀，晓得是讲搿神经看了紧张的，真的蛮紧张的。哦哟，嘴巴，哈啥子？那么两高头继续望准问题，那油面馆里凭良心讲，确实是喝不香，样样侪有该他妈山东人杀香肉。哎，介绍再跑到里向啊。搿一只人球知道着，有200-300个人，里向拿长凳围起来，外头还有2匹，当中一只台子就说里向有个人。山姆点起只脚往里向一看嘛，有一只班主跟前立下一个中年男子，大概种40开外个年纪，哦，你别说，人家蛮神气的。剃个平顶头，啥样啷个剃分刀麦子，身浪向呢一塌薄个面牙面孔，脚浪向一双20头的面牙，五官端正，双目炯炯，毛相一落，顶顶细眼，眼里向嘿，一根天真大，看上去一点威风凛凛个。阿成啊，小王，哎，你要做啥家？哎，小王还是来不晓得。哎，等一些，你马上要开始在。哦，我晓得这位，嘿嘿嘿，这个大概就叫楼梯设施啊。哎，这个玩意等些设施嘞。哦，这个楼梯室啊，是一搭油面馆一个景点。阿春啊，不对哇。这个乱满满哪设施呢？这个设施不是一般的设施啊，有名气的。哦。哎，你平华街当中数一数二的大香档。哦。你按听几些？啥人嘞？李水叫李金良。哦，啥么子？搿个人谁是李金良？谁是李金良呀？我不得了，看上去像啥的有点名堂精干。哎，李二天说的书多了。哦。是吧？金兰传了。哎。岳飞了。英烈了，谁会都是个。哦。哎，那你广义茶里向有台词名叫周玉谁？哎，晓得个。谁是听子里的诗得到启发？那么那慢慢叫玉心亭说出来红出来了。哦。还有个了。啥人？讲出来你也晓得，叫朱亚亭。晓得个。这个人从来分帮恭喜先生的。哦。那所以专门他有面过听你个诗，那么慢慢叫欢喜说实在，最上至说诗的大路，现在彼此都相当。哎，所以这个人是哗啦啦的都相当。你看啊，哎，开书夸张，开书夸张。我看你哪说这样猜得来难看呢？这个总算是有本事。哦。你想有面过这样个素质啊，楼台上向来听听这种声音，你等一些照样可叫你都别别信。栀子花，白莲花，相若一丹。当起个不隆起，快啊！当起不隆起。哦。你想一大点个素质声音，只要你一开口，马上就会得别别信。这可见个李金良，心目一拍。感谢人光的张玉成啊！这可见富张金币，内门南北发孽，叫啥？张玉成带自家个去宝马看看，宝马啊宝马，金池临安。秋长里。
是里弄某个林中谋，换一令，搿咱老中山马死一身，冲！结果，地动山呀，这个家的我放我怪。搿上马脚三个地浪向浪浪游啊，搿中气十足。当女人遇见谁？楼梯是啊，石顶北，开缸我飞，与金枪是。杨家将。出龙背，你看他是心目一方啊，手也罢，说一句。头一代，比一比来，转一转来，于是风不停，我非牺牲为。红大海。水土七金沙，南陵公算是李陵北，什么个个是活主来。虽然那三寸不来时，失去那高山精灵冲下海，失去那大海汪洋不得飞。失去那千军飞马受了用，失去那天空雨地雨心来。贵精心两位，虽然十来梨花还去谁？听得听从谁称的？听得那轻松愉快下去开，小风啊，花东山心事，这都山
吃果子来。风尘，听君一席话，登船满石开。山仙不努力，来到头上背，被汉光人抚慰。三家巨驴刚红嘴，他们是身为谁己与之为，虽然公都是理该，我们也尽有谁不为难。你黑风呀不一代，定能唱出一片地来。现在只听见李金良继续朗说起，那么到底能陪你？那么要战成马条围墙，顶顶在高。不晓得半边个山峰不懂这呀？哎，凤川，是吧？你不对哇？嘿嘿，哎，你哪顶着家？还是那副动作。真正一些些功夫喂。跟楼梯市场等于市场里向设施不一样的。哎，你市场里向不要1个钟头3路哎。啊，你都是这样的。离都只是2分钟。我不得嘞。一个下半日是10几头水的嘞。哦，是两个这样的。喏，哎，有人水里拖杂布，那么要水动力噻。哦，这个人是谁？是李金良的兄弟呀。你哪晓得家？还像我经常来听书，认得个这呀。啊，是你认得了。哎，喏，多个同伴。哎，可是那位应该还要不点动力的。我讲不来听啊，那位看看只有1个同伴。啊。哎，等到1个下半日呢，一进灯牢厅是2、3光里的了。哎，市场里向是别个一角一张票。所以你个水着了，比市场里要大。是啊。所以市场里向上方清理设施啊，你会非常高兴嘞。当然哇，你都蛮赚得动的。一个闲话说说了，阿春哦，搿种设施真还蛮吃力的。哎呀，所以了，你家父关照我，要多听听你个书。搿个书还蛮难说的。搿种么叫识书，所以你识书的人啊，要侪晓得。顶起码呢，不人讲说起来叫猪头肉么3分精，啊是噶。凤春啊，侪要有点了解。你还是特地来听你读书书噶？经常来听你书的。你倒蛮虚心的。一说哈，师傅单单背一部书呀，那背一部书出来有啥个大不了呢？也是个，顶要紧要想社会学，想生活学，凡是能够晓得个，侪要学，还听点嘛，你说书叫撒娇。侪要有点收获，搿么说出来不会得口误个样子啦。对个，凤春啊，那个上岁。他已经有点呼噜气了。小王，还要再听啦？一个。再听头哈。好的。那么两高头再听头都忙出理想来。到挨大点，辣辣3清的后头。小王，喏。啥个么事真假？搿2个人蛮有名气呢。啥嘞？唱苏台哇。唱苏台，哪能晓得你都有名气家？哎呀，一个么呢叫陈香丽，一个么叫陈世美，是里头个艺名。哦。辣唱着哇。你听听看呀。唱个马浪荡哇。从来分听见。是听见上头浪唱。那边里走来一个马浪荡，荡在落花叮当。东个里个张，西个里个忙，石头月光光，3个记着半个背囊，
一朝我是郎，抬头看见阿家放在坟柜上，阿当在梦里想唱，阿娇姨。实话是个马，还不是只马。我神驹拉到长台湾。哦哟，长得来得个季节，搿么李凤春的小我们两个人蹲辣油面锅里向白相得蛮开心。不晓得麻烦事体马上就要来在，到底呢倾听何为？平台活字典每天第一点，第三位书里向呢讲那个首张卡，啥叫首张卡？每只书上里向侪有首张卡给活多活少。搿个一批听卡呢忠心耿耿，得来班呢关系还比较和睦，所以不管来个先生是汉是华，你都总归辣一只书上里向坐定不追改，冇上篇个常年个固定听卡，随机首张。那么呢，来年度。搿种首张卡呢，一般侪是来年度。个年度来得来，就是讲你对听书啊资历比较常在，那么对平台的知识呢还比较丰富。搿种听卡蛮内容的来听卡。